花西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原住民的帕拉文化甲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直以来拢是互相冲突。即摆总算是找到和解的办法咯。花莲林管处甲东华大学协助花莲太鲁各族来建立着帕拉自主管理机制。若是要帕拉，都要有证，搁来组一个帕拉团，严格来管理。每一年嘛改换着帕拉的地点，或者动物有受窜的机会。 手内摕到这张纳林证照，非常欢喜。族人太低庆祝自主权回归部落。其实过去原住民收纳文化甲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直是我岛大成的共识。即马花莲林区管理处国立东华大学协助花莲太鲁各族建立收纳自主管理机制，而且颁发112张的纳林证，让收纳行为正式立管。未来，部落会跟 林务局还有花莲林管处充分合作，大家一起共同来巡守山林。那我想这个是原住民族迈向土地跟自然资源自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目前纳林团的成员来自木瓜溪流域6大家族，族人帕拉行为都要遵照家业，也就是部落的传统风俗。开始管理我们的猎场，我们的就生活林里面，这个管理的方式非常严格的很。对今年8月到明年7月31日，纳林会使合法的收纳，不需要提前申请。 但是上山前、落山后必须要汇报纳物的种类、性别、甲数量等等的资讯。前期部分嘛，要向警方登记控管，未来期待当兼顾文化保存，嘛当互数据作为学术研究，帮助环境永续发展。